中華女隊入個名。陳職運員譚家華，你哋好，兩位師傅。我係張龍啦，張龍。我係蛇學詠春門莫偉強。你好。各位師傅，我係油工門夏德健。各位好啊，我係白眉派鄭偉源。大家好，我係紅拳林振輝。大家好啊，我係不少林粵口八卦門鄭普林。我係黃江提信。我係龍形派盧漢，龍形派。我係七星堂李家明。太極蔡李文，我佩林。廣州榮章黃乃成。大家好，武當元武派羅維忠。大家好，長家太極陳國華。大家好，而家正式太極何永區。大家好，我係梁氏太極、陰陽太極廖桂梅，多多指教。大家好，我係孫氏吳瑞蘭。大家好，紅星操李文楊君華。大家好，我係江西龍子太極國湯。大家好，我係和山派黃雪娟。好，大家好，我係北武當江順林郭浩嘉。大家好，朱家權黃光明，多多指教。大家好，我係國平關梅姐郭娟。大家好，我係國士郭仁。真係冇辦法。對住啊，咩咗？各位師傅好，我楊家太極鄧仲明。各位師傅好啊！我係拓真舞蹈派嘅鄧華斌。陳碧祥師傅上台影相。仲有金龍師傅，有金龍師傅，有金龍師傅啦，就得啦。龍尾山，咁我等埋金龍師傅咧，我就開始拍出嚟啦。到咗啦。你好，先係金龍啊，今日好我係我嘅好高興嚟參加而家投資收成嘅觀眾。大哥，影我嚇，影我，呢張影我嚇，我下次平嚇。你未坐定定，個個喺度扮緊靚。仲有一個。我哋中間嚟影好啊！整得先得啦嚇。花山咧，呢個攞錢先嘅啫，預備，咁得未啊？我影邊個啊？係中間，望晒中間得啦，望晒中間，係大家一齊望中間啊！你中意啊？好啊！呢度，嗱，影張先，笑下啦。好啦，呢度。邊位嗰啲唔好企企，一係企埋啫係。好嗱，呢度。
好，慢慢再搬。大家好落台住先，大家好落台住先啊！黃光師傅，各位師傅好落台住先。咁呢個我哋係龍門美少女，龍門美少女梗係啦。龍門美少女知唔知啊？呢個新進嘅少男。哇！萬綠叢中一點紅喎呢個。一陣我仲有個，喂阿師姐，我拎個角一陣我仲有個主持。各位賽會會長啊，你買極券嘅時間咧，極券係有number編嘅為數嘅。如果係冇編俾你，請你到呢個接待處嗰度咧問下佢。未啊？你將相 send 過嚟啊！係啊，大哥真係大哥，我好彩係身份都是咩？所以7月份咧就開始，我都想請你嘅嘉賓。嗰個而家佢就捉走過到本身又真係好似夜晚睇你啊，就係。我哋傾個 V 啊！先。副總領事就翻嚟。我哋而家我哋建立個有工會總會喎，係啊係啊。
又係蔡李佛派黃江師傅啊 ，OK。懟高啲一個咪係啊，如果唔係收唔到佢把聲 OK。好，3、2、1。Hello，喺我身邊嘅咧有蔡李佛派嘅黃江師傅喺度同我食翻啊。今次嚟到呢一個城市咧，呢幾世咧，其實你嘅師傅有啲咩特別同我哋分享下，我哋都好開心啊！大家因為我哋有故事面醜啊！即係我都好想睇黃江師傅，其實佢嘅菜品都係好犀利嘅。咁啊，我師傅嚟緊會唔會話有啲咩嘅計劃嘅？我哋個會咧就剛才考得十八次做得所有同意。
好，各位社會賢達、武術界前輩來賓，大家好，晚上好啊！我係今晚大會司儀、功夫傳奇同埋收訓嘅節目主持人陳志忠。我係今晚嘅大會司儀邱美琪。全球中國武術家聯會成立，其首屆執委就職典禮現在正式開始，有請咁多位主禮嘉賓就座。好啦，咁首先咧，今日好高興我哋邀請到好多位嘅主禮嘉賓。咁咧，我哋首先介紹下我哋今日邀請到嘅主禮嘉賓先。首先第一位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先生。香港武術聯會會長郭振華先生 SBSJP。Vice Consul of Hong Kong and Macau 愛爾蘭駐香港及澳門副總領事 Miss Katrina。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黃國標先生 BBSMH。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先生 SBMNH。
同埋以及東區區議會議員梁國雄先生。好，請咁多位主禮嘉賓同埋現場咁多位嘅來賓，大家起立，因為我哋跟住落嚟咧要播國歌。請大家面向國旗。好，請咁多位主禮嘉賓同埋來賓就座先。跟住落嚟有請本會執行會長冼國林先生上前致歡迎詞以及介紹本會嘅工作計劃，有請冼師傅。尊敬嘅主禮嘉賓、副會長、副會長、議員咁多位，同埋所有嘉賓、所有武林同道。今日我好開心就係話，我哋全球中國武術家聯會咧正式成立啦。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成日都有超過2年。我哋成立嘅目的咧，就係大家都知道中國武術咧係我哋中國嘅肺部。喺好多年前咧，就中國功夫發展得好快，大概20年咧曾經停滯不前，但係最近呢10年興起翻。咁我亦覺得我哋作為武林界嘅人咧，係有責任將我哋呢個中國咁優良嘅傳統同一個寶藏咧傳承落去。咁所以咧謝寶林師傅黃振輝師傅黃師傅各位9個創會會長咧，就好有熱誠。咁啊，號住一班武林同道，咁結果咧就得到今日好開心，可以叫武林大團結啦。有40幾個門派，不同門派嘅代表人物嘅出色嘅師傅長們，能夠聚在一齊創呢個會咧，其實係都算係幾難得嘅一個事務。我哋嘅目的係希望推廣個武術，我哋會繼續搞好多唔同嘅活動，包括可能係專業家嘅選舉或者不同講座、不同交流。咁我哋覺得今日成立咧，只係一個里程碑嘅開始。我哋未來咧仲有好多條路要行。咁全賴各位師傅嘅努力，各位會長嘅支持。咁我喺度咧就希望我哋個會咧能夠咧喺你哋嘅支持之下咧，將中國武術更加發揚光大。咁我最後呢度咧祝大家身體健康，身體愉快，多謝大家。唔該晒陳師傅。好，跟住落嚟，我哋恭請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廣告工作部部長吳仰偉先生致辭。全球中國武術家聯會嘅各位手友、各位主禮嘉賓、各位嚟賓、各位朋友，晚上好。今晚好高興能夠應邀出席呢個盛會。全球中國武術家聯會嘅成立係香港武術界嘅一個標誌，係一個新嘅開始。頭先會長都講啦，中國武術係我哋中華民族嘅瑰寶，又係我哋優秀文化嘅一種傳承。咁我相信全球中國武術家聯會嘅成立，將會進一步培育呢個傳統嘅優秀文化，重新建體，立足香港，迎向全國，走向世界，去培育我哋啲文化嘅文化。
鄉係好最為重要嘅，我哋係要用呢種精神去振興中華，去為我哋中華民族偉大嘅去注入新嘅動力。最後我哋祝我哋全球中國武術家聯會嚟舉步操勞，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家健康，多謝各位。非常之多謝兩位道長嘅咁精彩嘅致辭啊！咁跟住落嚟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黃國興先生 BBSMH 致辭，有請。尊敬嘅冼國林師傅，尊敬嘅各位師傅、各位武林前輩、各位武術界嘅精英。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晚本人非常之榮幸同埋高興應貴會邀請，出席貴會成立暨首屆執委嘅就職典禮。藉此機會，謹祝貴會係為香港嘅武林係揭開新嘅一頁，致以12分嘅敬意。正如冼會長剛才嘅致辭，講出貴會成立嘅重要意義，確確實實